大家好，我係 Manny，香港專業塔羅協會嘅會長。如果大家有接觸過塔羅牌，可能都以為塔羅占卜嘅目的當然係想預測一啲嘅事情啦。無可否認咧，好多人之所以對塔羅牌有興趣，都係源於想知道事情嘅未來發展。但原來當你認真學習同埋接觸更多塔羅牌嘅知識，甚至真係幫人做更多塔羅占卜，你會發現只係用塔羅占卜未來結果，會浪費咗呢一個工具。事實上，如果只係想預測未來，塔羅牌反而係比較多限制，可能用其他嘅占卜方法會更加適合。所以塔羅牌嘅優點係在於佢能夠反映問卜者嘅潛意識同埋能量，從而提醒問卜者同埋佢想知道嘅對象關於佢哋嘅想法、情緒同埋佢哋之間嘅關係。所以例如問卜者想問考試成績嘅問題，或者問嚟緊見工會唔會成功等等，當我哋知道今日占卜咗嗰個結果係會直接影響佢哋，例如考試前話俾佢聽考試結果唔係幾好，見工前話俾佢聽多數見唔成份工，咁佢哋會唔會索性唔讀書同埋唔去見工呢？如果佢哋放棄嘅話，機會就係零。塔羅占卜嘅本意係唔想喺件事未發生之前直接影響咗佢哋嘅心態同行動，所以我哋身為占卜師要知道點樣去設定一個正確嘅塔羅占卜問題。例如考試前可以問揀邊一種方法幫助到成績會更好，見工前可以問佢自己有乜嘢嘅優點缺點，點樣準備自己可以令面試官有良好嘅印象等等。塔羅占卜雖然都可以做到預測，但只係用佢嚟做預測嘅話呢，就會浪費咗呢個工具嘅優點㗎咯。大家仲有乜嘢問題關於塔羅牌想知道，歡迎留言話我知，記得追蹤我 Manny，下堂見。